气候变迁的争论。今年的热天有够热，毋但台湾各所在热到要死，伫欧美国家嘛出现破纪录的高温，互哪来哪侪人相信人类的活动造成地球哪来哪烧，呼吁各国的政府着赶紧立法来达成2005年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减碳目标。毋过，也是有不止啊侪人质疑即种讲法。正讲地球的气候自古早以来就有周期性的变化，比如讲伫罗马时代欧洲，就拄过400多年的罗马温暖期，过来就进入黑暗时代的寒冷期，伫中世纪有将近400冬的烧热时期，刷落来世界就佫经历500年，一直延续到19世纪工业革命才结束的所谓小冰河时期。这显现着向人类伫20世纪烧脱碳也是石油无地带。搁再讲，若准讲地球当咧发烧，要安怎解释今年寒天伫北美出现的罕见寒流呢？两边的政治人物通常会提出对家己有利的研究数据辩护，造成地球暖化到底是自然现象，还是人为造成的？若是台顶的政客相做袂煞，台下的民众嘛听甲无煞煞。气候变迁是自然现象，还是人为造成？今年7月，一个美国和欧洲的研究团队伫《自然》期刊发表因甲公元1年到2000年全球的气候做分析的结果。因发现，若甲19世纪工业革命进程和近代150冬来气候变化做比拼，会显示出真趣味的代志。就是伫以前人类还未大量烧脱碳的时期所出现的2摆气候大变迁：中世纪烧热期（公元800年到1200年）和小冰河时期（公元1300年到1850年），并毋是全球性的现象，而且受因影响的所在伫时间上嘛无一致。比如讲伫小冰河时期，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地区的低温出现伫15世纪左右，欧洲和北美洲伫17世纪上冷，其他的所在一直到19世纪中才拄着上寒的气候。中世纪的烧热期嘛有类似的现象，地球的无同所在伫暖化的时间上有前差，所以自然发生的气候变迁伫无同所在会有无一致的气候变化。相比起来，为1850年工业革命伫欧美起果到2000年这150冬来所出现的全球暖化，互地球各所在温度直直加悬。若甲过去2000年来的气候做一个来看，除了南极以外，全球98%的大陆和海洋上烧热的时期，拢出现伫20世纪末。这种全球各地区同齐咧升温的现象，无法度用自然的气候变化模型解释。暗示讲，咱伫工业革命以后，大量的烧脱碳甲石油，以及大规模的市井生做食物，所排放出来的侪侪温室气体，是互全球各地区的气温全面升悬的因端。所摆讲，古早时代自然发生的气候变迁，敢若是区域性的，和现代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性的暖化，伫本质上就无共款。这篇新论文搁再一摆用科学数据证明地球发烧的事实，希望会当引起愈侪人的重视。